个代志真过烦恼足厉害哦。啊，咱先来讲哦，因为5箍嘛，后壁你八概50嘛，3五斤5斤嘛，拢1块。当然5箍迄是较早吼，因为孙悟空伊是真正出来的，咱知伊石头出来的。孙悟空是石头孵出来的，对了，啊，无啥生石头孵出来的。哦，迄个故事安尼写吼，啊，石头孵出来。伊孵出来了吼，哦，足巧足够。伊去拜一个祖师，叫师菩提祖师为师。师菩提祖师传伊像我互看，所以讲伊修假吼，哦，法度千变万化。师菩提祖师就来号伊的名叫做悟空，我号你的名叫悟空，因师就咧甲叫做悟空。然后因为孙悟空有神通，千变万化，大量天宫。迄天神都无法度伊落去啦，哦，这个足厉害。天神都无法度伊落去啦。到尾叫如来佛来收甲，我如来佛有法度伊尔，所以人都无法度。如来佛怎啊收入五指山，安尼就对啦。我来进入五指山，到尾迄个东山庄去取经，拄啊经过五指山了吼，看到了东海经传，就即个典故，然后孙悟空就对东山庄去取经，帮助伊去取经安尼，伊即个典故。咱来讲哦，为虾米因孙悟空因师菩提祖师叫伊悟空？悟甲早有啥无共？因为要去西方取经即个过程吼，你会悟，毋是知尔哦，迄是无共的哦。道理我知啦，我知影啦，人要安做我知啦，知是知呢，你有悟哦，你心中无悟哦，你袂发心哦。所以咱修行为虾米太讲要发心？发心无共，你无发心，你毋敢牺牲；无发心，你袂投入。无互我讲句较迄个啦，比如讲咱过去头前面迄人吼，你看伊专一世人专项，为虾米安尼做？有悟，迄毋是知尔，知是头家代志呢。你知影啊？我会记一个，我记啥？但是咱人个头家吼，食愈老愈歹用哦。像我这50几岁了，做一代志做歹记啦。你若搁互你较侪年的，有当时啊吼，昨发生啥都袂记一人的。我妈妈记90以后，有当时啊伊知影甲我问题，我会搁问一摆，伊毋知影伊有甲我问题，对对。咱人个头家是愈来愈歹用。哦，我会记一人，我知啦，迄拢头家代志尔，迄久都拢袂记一人。真正咧厉害就是悟。我靠，我来知。今仔日你伫学堂当中，你有体会，迄叫做悟。体会叫做悟。哦，你有体会，你会悟了，落来你就会参考，你就发心。哦，道场内底有啥物工课，我绝对投入，我绝对吼，迄个帮迄个搭帮走道，迄叫做有悟呢。我当然迄种悟的感觉，个人去体会，这无法度用话讲。你若悟有发心的，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悟。哦，有悟有发心的人吼，伊一世人修道无退，生命无着生命危险无退，迄叫做悟。安尼今仔修行爱悟，道理点诶悟，伫你诶心中你感受，你是心灵诶赞处，毋是头壳诶赞处。头壳诶赞处吼，几年啊你会做几遍，但是你若悟伫你诶心中吼，伊永远留掉诶，伊会永远留掉诶哦。我安尼比如啦吼，我旧年吼来问啊像咱机会，我若问咱讲这位这个代志，我旧年讲啥物道理？我啥物人会记真啊？你记真来举手者。不是我哪会记真啊？不是新的方向，好像在以前吧，去年好像不是这个吧？若讲真正讲知道新的方向，我来练练哦，讲啥？可能我知影新的方向袂歹啊，较知影内容讲啥？你若搁会记真吼，你请我咧，真正。你讲啥人今要摆，看咱只有上来宣传，上去的人讲啥内容，对有可能人袂记真。正常是做啥？正常的啦。要靠头壳吼，有啦。咱人的大脑吼，你顶个月发生啥代志吼，因为足大件的代志你会记一啦，若无拢袂记一啦。火锅丸，咱若讲有只有青岛的，有去开火锅丸的，无有去火锅丸讲啥题目？哦，这几个。
啥物正常诶？毋是讲咱阿爸，因为拢要考头家，你考这。啊，安尼我来遮听道理，我毋是用头壳咧听道理吗？我无大脑我会听道理嘛？无对，你爱用头壳听道理是无对，但是爱无够。听诶道理爱进入到你诶心内底，你去了悟去感受。你有感受到哦，真正赞，安尼就对了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讲悟诶赞助就是你心灵诶物件，爱去体会，去感受，哦安尼啦。所以讲悟通叫爱悟啊。那即只教法叫做心教，心教啦。即只教哪叫心？为虾米呢？因为迄个讲人叫悟。啊，要去西印度取经，西方取经，爱甲即心教合乎，即只教爱人服，大家心中拢一个教，是毋是即个药方足济？你啊，迄外边迄外边，咱人个药方甜袂甜呢？有啥咱教，咱要讲要教咧，你食物件咯，你若高用咧插山吼，咱若有机会去，无啊插山爬几落摆，迄教吼真正是吼贪得无厌。伊咧食物件吼，有当时会人抢物件，所以讲你去嘛，要去高雄插山爬山吼，你绝对无走物件。你手里若换一袋仔的衫，伊绝对会抢，迄是危险的。所以你平常都是超手空空，啊，若无物件差不多无叫看着。啊，伊咧食物件，食了了，伊拢逐物件无无，伊都讲较物件。啊，要无够，伊搁摕跟读哦，吼，啊，规个厝拢安尼，做饱个，跟条无够，够足通，啊，够就讲就说，啊，咱人个心那就够，啥物都要买哦，啊，咱顶下规个身躯拢买，人讲来钱买遐济，哦，啥物嘛要买，因外母为啥物拢买？啊，其实拢走袂去。当然，吼，安尼讲嘛，毋是讲叫你吼，嘛去趁钱啊，毋是安尼啦吼，只是人个药物爱控制，其实到尾也是要看，啥物较是上重要，你想看开，即个讲咱人欲望是重要，所以即个人吼，即个一寡企业科学家足巧个，伊要趁你个钱，伊会改变，伊知影咱人个欲望，所以譬如讲咱即个车道啦。咱即个我咧卖车迄个是了解，迄车吼，你若逐年拢即个型诶，布料无啥人买买，你一定爱有淘汰。比如讲，咱即个车大部分吼，咱若要开车你就知影，一般车吼，营运基本诶营运变偌无大，变拢变啥？外壳、功能，内底有啥物视听系统，内底有啥物迄落迄，其实伊变诶拢大概拢变这。啊，外形你若看最近这几年的车外形拢变甲足水。你若搁像较早迄落型的，比如讲五菱啊，五菱啊，稍微死死角角迄落型，吼，为啥人咧买？我这个型啊足单调，搁做在讲迄只车好开人嘛，感觉讲啊，这个型啊足歹看，所以一定要不断去改变，迄个型啊愈来愈水，啊有可能每一年拢无共，手机啊嘛同款咧。手机啊，咱若讲120公斤的，还讲几十公斤的，迄乌金光迄一只大机是角角的，爱搞卖卖，安尼，啊，倒来了，迄乌起啊，啊，做到愈来愈精细，愈水，伊都无共，迄真诶看佫无水，真伫迄个智慧型手机安尼吼，出国年末诶，啊，智慧型手机搁一代一代佫无共，伊一定爱变，伊知影咱人用无足大。所以讲，伊就叫讲，我改变一个造型，我明年佫出来佫无共，明年出来佫无共，安尼你无甲会换车啊？你无甲会换车？啊，这衫吼，今年流行安尼，明年佫流行衫，安尼无你甲会？伊无安尼，伊钱免啊趁，伊知影咱人个无？啊，当然啦吼，个人会记着个人迄个去哪安尼啦吼，这叫做意外。那这个心吼，哪上高？所以孔夫子讲一句话。孔子讲：出于无事，莫比其凶。即个心吼，出于无事，你要厝要入来，无事无做，哪像我这尔遮好，啊，才会等下落楼骹受气，有无？啊，门仔在为安那烦恼？这心慢命，不安尼慢命，不安尼，是毋是咱的心有当时啊？你做歹控制，你这心足平静哦，好好坐伫遮哦，无代表讲后1点钟会变啊哦。无代表讲后1分钟个啦哦，有哪伊凶用过来附一个安尼啥物心出来哦，所以叫做出于无事。迄个心要哪出来？
免咱等伊，无时无阵啊吼，咱会绝对去，这是迄个孔子讲的话。过来，咱今仔日来讲悟空，这是因师傅啦吼，是菩提祖师大家无法的悟空。世间一切拢是空，咱来去悟。你若悟袂空，你修行修袂落，修行修袂落啊！你牵甜坐，拄则你坐袂牢啊！哦，你要叫我一世人放下，我无法度啊！免讲啥，搁一个食菜你就食袂落啊！心嘛无空哦，惊一个食菜食袂落。我无晓啊，我点，心中内底若一顿无伊遐话，阮较早一个同学甲我讲，我若一顿无饱，我食袂落。迄伊讲的就对啦，有诶人哪有即个习惯吼，伊就食三顿，我感觉迄个早仔时买食啊，哪有迄个？伊佫无闻着肉味呢，我足艰苦，心有空，心中内底爱迄个物件。啊，当然安尼，要说实在有法度，我就是讲缀肉迄一顿无了我知哦，一个足艰苦诶迄个。啊，当然除了这以外，咱有足济诶因缘，咱来放下。修行你无放下，真正足难修行修诶。谈比足济。如果若真人在讲，某人啊，迄个吼，下点就是讲讲某人咱来迄个学校开学较好，我靠，我吼，迄个囝婿啊，都咱足济家己人生的牵肠太多。于是咱来了解世间到尾啊，是一场空。你真放袂下诶，人间你无放下袂记。你真感觉讲，我这家庭无我袂使，人间无迄个无你袂使。咱逐个想看，较早迄个 IBM 的公司电脑公司足有名 ，IBM 一个总裁，伊做甲总裁是上大个呢，迄工课够济呢，伊的管理企业所有拢爱伊去处理呢，足无用的呢。做甲总裁 ，IBM 大公司的电脑公司，有一工心脏出问题。伊个医生，伊咧种专门的医生，伊咧晓钱的人吼，医生拢专用的就对啦。但是讲，你一定爱请假落来治疗。迄个总裁虽然伊一句话，你讲放假，我遮无闲，我哪有可能请假？我无可能请假。迄个医生话无使安尼讲，你心脏都有问题，你请假就你是安怎？对吧？无爱安尼讲啊，就请开个了袂使。伊踅到底，踅到罗马坡。伊逐日讲你真看，罗马坡遮济，拢踩一支十字架，罗马坡遐尔济。迄内底足济拢迄落吼，较早是总经理当主顶，较早拢是外有规模偌重要的啦。伊真倒伫遐啦，因兜敢有安那，因的公司敢有安那，伊真倒伫遐。啊，啊，佫有真仔无伊袂使，啊倒伫遐，拢袂开啦。到尾你看嘛，有影就对，啊，有影就对啦。哦，无公司毋是讲我袂使啦，无我阁有别人啊，所以等下了吼，伊就拿头死掉，专心去治疗伊心脏。啊，结果 IBM 敢有倒嘛无啦。咱拢会讲，我袂使，我足重要，要叫我去学堂，我真仔无闲啦，我哪有可能有闲啊？要有闲拄啊。我这个昨仔，一个礼拜前，阮一个同事叫我一回，迄是过年后甲大家听人讲的，讲叫我，安尼就对，叫我一回。啊，伊是已经试头无两年啊，啊是叫我带听人讲，有可能叫我一回呢，足少年呢，53年厝的啊，啊就对53年厝，啊知影了，我去来看，倒伫遐袂记得啊，伊迄算脑出血，脑出血。啊，规个人安尼袂记明白，啊已经经过差不多1、2个月啊，伊有一点仔恢复，啊是拢袂讲话就对啦，啊人去伊佫知影，对，你讲无闲，伊真倒伫遐，伊敢会讲我都无闲，我才算倒伫遮啦，我都无做侪工课，我爱去处理呢，我爱上班呢，啊倒伫遐无闲，所以讲我拢无时间倒伫遐就时间，啊，病人一种时间。啊，代志是做爱去，啊无法度，咱人去拄起来就是。啊，咱的命运我都控制，啊就是，很可怜。
所以讲，世间一切是空的。你对现在会做诶代志，你办袂下，你搁经过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你搁来想，其实是无啥诶。迄是你真诶看袂开尔。你搁经过50年来看，你就看几啊呢？所以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若无想较远诶，你有敢时间会去想？人个敢讲要看远，一定要看远。看远你敢有以为你心内会看？你若看无远吼，进啊安那遐，你会看。阮爸爸92岁转去，几年前，伊转去了，互我来整理伊个物件嘛吼，伊个房间嘛整理，结果互我发现一张证件，啥物证件？伊较早少年的时阵吼，伊是技校，咱知消防的消防队的技校。哦，迄张相片看来吼，还阁足少年啊，足缘投。伊30几岁的时阵，伊就92岁几箍嘛，你看，经过差不多50年。你想伊迄阵咧做技校的时阵嘛是做用的好，迄个喙也拢冲的。但是92岁啊，去转去，伊的物件拢变遗留下来的，无一项拢是伊的。即你目睭咧看，逐项拢我会着，我的厝、我的财产、阮囝、阮某、阮啥，拢你的。目睭客气，无一项是你的。我讲一句足粗鲁的，我歹听的。安尼讲较粗鲁，我歹听的。即阮太太。你袂使嫁别人，当然正确嘛。阮太太，这是阮太太，你才会使去嫁别人。咱若讲我目睭客气，伊要嫁别人，对啦。你总袂使讲，阮太太你袂使去嫁别人，你若等伊无一个问题。伊要去嫁别人，你无权利去来干涉，是不是安尼啊？伊要去嫁安尼，你无权利来干涉。还是咱目睭金金这几年吼，讲迄是阮囝、阮太太啦、我的厝啦，你袂使投阮啦，你就。毁了你无权利，人生就是这样，我嘛少年，但是这个地方拢叫我后辈啦，我连头路都袂知叫后辈啦，无通去管这少年啊，把迄日子吼，感觉讲吼，因为愈吼，这日子咧愈过愈紧啊，要一年，你看，旧年我来去真哪来尔，今年哪来，要过一年。你过年哪过尔？我讲明年就要来，明年就来啊！有当时啊，你用有一个感觉讲，哦，我较早拢叫我少年家的吼，安尼，要有一后辈啊，八公啊，有诶啥物武功啊吼，真吼，拢爱家己讲诶，你知？所以世间一切拢是空啊，拢是咱爱了解讲伊内底是空诶，爱用智慧去来了解，有咱烦恼定落一堆空面，咱无当修行，无当修行诶。心空了，你就无度修行，佛道才会修，对啦。心爱空，咱知影世间一切因都是空嘛，所以咱的心嘛爱空，咱的心爱空就对啦。心若无空，比如讲若即间厝内，讲啊，蹲甲拢迄个物件吼，你做歹行，你就做较好。你心吼，若足侪物件伫遐吼，你有当厝无来，那就歹。所以讲心爱空啊，心爱空。那王部长是较早有一个小书吼，传心法要，伊讲供养神通的诸佛，不如供养无心的人。讲即句话呢，供养神通的诸佛，不如供养无心的人。咱如果我来供养不做，供养不做，伊安怎讲呢？当然供养不做是好人吼，但是伊讲。你若只是要供养不做无啦，你会当供养着一个无心的道理干啥？无心的道理是啥？是干？你家己若会当无心吼，心会空，上个宝贵的，我心无空，心十通通，然后我会晓供养诸佛，诸佛无法度难呢，诸佛嘛无奈呢。你烦恼定落遐济，要叫我来保庇，我要哪来保庇？你哪会想法唻？我供养主足够啊，好是讲主我全部用足虔诚的心来供养啊。但是我的心吼，我都无心啊，我都难保庇的，咱照常咧艰苦咧。
袂当过来了呢？有做哪会当把咱个苦拢收去吼，咱免收啊咧。福音直接就来福音打。所以讲无心的，供养你迄阵无心的道理，比你咧供养主更高。互我咧讲，一记咱无从定咯，是讲你家己迄阵爱修改的无心，安尼才是定定。无心的心得啦。所以讲，讲大家啦，福音闭关家，心中内底有偌济物件，我拢发发，迄拢要做坏咱修行的，我拢哪迄拢点点的。我讲迄种无呢，咱咧了解这个道理啦。哦，咱如果若只是遐拜我心中的物件拢无拄，可是我都帮助人的呢，我嘛是爱轮回呢，嘛是爱受苦呢。咱若讲拜就好，没习惯，我来较食拜的，当然拜也是安啦吼。咱尊敬先好啦，但是安尼就讲，其实上边嘛是咱来习惯无习。好，到这吼，我就来了，咱来听一首歌啦吼。